夜間聊天室，你哋好，我係 Simon。美國嘅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出咗嚟，究竟美國係咪印太戰略收縮，先去處理美國自己國家嘅問題，先去保衛自己同埋處理美洲嘅事務？美國唔想再做世界霸主啦咩？以後唔再嚟中國嘅沿海自由航行啦咩？太平洋呢一個地盤係唔係讓咗俾中國？中國以前嘅國家實力就係落後同埋脆弱，人哋去到你嘅家門口鬧事，你敢出聲咩？航空母艦戰鬥群去到第一島鏈或者喺太平洋，又係封鎖住中國。但係今天中國強大咗咯，導彈亦都可以帶住核彈頭，可以射到關島、夏威夷同埋美國北美洲嘅本土大陸、南韓同埋日本嘅美軍基地。一樣係喺火箭軍嘅範圍攻擊之內。最弊嘅就係中國擁有高超音速導彈，可以到達全球任何一個戰略目標。美國軍方又係無法攔截。咁你美國喺印太地區同埋太平洋，又點可以唔吞聲忍氣？而家美國嘅軍機同埋軍艦，仲點會嚟到南海、東海同埋台海挑釁？咁我哋可以話，今天中美係劃分地盤，美國係放棄第一、第二島鏈同埋太平洋俾中國。呢一句說話都唔係太過分啫。但係舉一個例子，如果兩班黑社會爭奪一個地盤，一向係江湖霸主嘅大哥，今天知道喺第一、第二島鏈同埋太平洋嘅實力係敵唔過對方，咁就要承認地盤嘅新主人。但係現實就唔係咁簡單啦。一向嘅江湖大哥，梗係再次重新部署，強化自己嘅實力，諗一啲辦法弱化對方嘅實力，或者挑起對方同另外一啲幫派嘅紛爭，咁自己可以漁翁得利，有機會嘅時候可以捲土重來，再攞返第一、第二島鏈同埋太平洋呢個地盤。我呢個舉例有一點唔係好貼切，因為唔可以話中國係黑社會。中國只係以前孱弱嘅時候，人哋到你家門口同埋前院鬧事嘅時候，中國係冇能力應付。不過經過10多年嘅發奮圖強之後，直至到今天江湖大哥都要承認一個事實，大家係要平起平坐。第一島鏈、第二島鏈同埋太平洋嘅區域主導權係要交翻俾中國。中國睇到美國出呢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，一方面可以係開心嘅。自己嘅國家綜合實力今天係強大，可以被肯定。最低限度2026年，透過稀土嘅出口管制，特朗普想訪問中國見習近平，又為咗2026年嘅中期選舉係會勝出，唔會做跛腳總統，就會同中國保持客氣。不過我相信中期選舉之後，中美關係會有啲變化，我哋到時再更新。咁另一方面，中國唔好過分高興，以為特朗普係100%嘅川建國，江湖大哥背後係有其他陰謀，要美國放棄第一島鏈嘅控制權。美國係有好大嘅憂慮，南韓同埋日本都交緊保護費俾美國嘅。美國怕咗中國，即係話俾人聽，美國喺當中嘅軍事基地係流嘅，係唔係即係警惕其他國家？保護費係白交，有起事上嚟，美國會出口，就唔會出手。特別係日本就係美國真正嘅附庸，應承咗美國5500億嘅投資，唔通美國唔要做啲嘢咩？三軍統帥特朗普就唔方便出聲，唔通話自己係支持日本、支持高市早苗，得罪中國？原來特朗普係軍國主義嘅支持者，明年4月仲點可能去到中國訪問？所以都要做下樣，美國嘅戰略轟炸機都要同日本做軍演，揾啲閒人或者係唔提供姓名嘅人士出嚟話美國同日本嘅關係好好，講一啲模糊嘅戰略唔等使嘅嘢。今天高市早苗其實就好心急，想見特朗普，咁特朗普就會睇下高市早苗係帶住啲咩禮物俾佢，所以特朗普係深知中日開戰對美國係冇益處。細佬俾人打殘，美國仲有咩名聲？日本咁大嚿肥豬肉，美國目前係唔想放棄。有一方面就利用日本嘅右翼勢力，對中國製造適量嘅麻煩；另一方面，日本就要俾美國利益係豬籠入水。所以中日關係升溫之後，特朗普就要負責降溫。咁台灣又係另外一嚿肥豬肉，對美國嘅利益係多多奉獻。
目前美國只係攞到台積電50%，當然嘅目標就係台積電嘅生產100%係轉移去到美國。仲有就係台灣繼續向美國購買武器，但係美國又唔需要將武器交付嘅。美國嘅內心都憂慮嘅，一旦中國武統台灣成功，美國提供俾台灣所謂嘅先進武器就落入咗解放軍嘅手中。美國一向就保衛台灣嘅問題，戰略就係模糊。咁而家中國理真啦，武統台灣，但係美國又唔去保衛台灣，咁美國嘅軍事霸權就成為笑話啦。咁日本同埋台灣都輸喺中國嘅手中，再加上中國係降服咗菲律賓同埋越南，而琉球群島又獨立，並且邀請解放軍係駐軍。咁退一百步講啦，就算越南、菲律賓同埋琉球呢3個因素都唔存在，我哋仍然係睇到第一島鏈係唔再存在，亦都睇到第二島鏈係形同虛設，而第3島鏈即係夏威夷就有安全威脅。咁就即係搞到美國軍事霸權大倒退啦。到時中國真係控制住第1同埋第2島鏈，我哋唔相信中國會封鎖呢個海道，但係戰略嘅主導權就已經落咗喺中國嘅手上。中國必然嘅實力係更加強大，美國唔憂心咩？菲律賓、越南同埋澳洲都唔成氣候，我哋就唔喺呢度講啦。咁難怪美國係有以下嘅計算，美國係要確保台灣嘅安全，唔容許中國以武力統一台灣。冠冕堂皇嘅說話就係維繫台海嘅安全，尋求地區嘅穩定。台海區域嘅狀況要維持和平、穩定、安全不變，咁就確保咗美國嘅詭計，台灣雖然唔獨立，而中國亦都唔會統一，台灣就仍然成為美國一嚿肥豬肉。不過我之前有一個視頻講過，台灣呢張牌美國已經打到好爛，再打落去嘅益處亦都係好少。呢一個議題美國係一廂情願，並冇問過台灣人。咁我哋將來再更新。咁美國要搞動亞洲地區嘅唔穩定，當然要揾代理人啦。要揾就揾一個對中國有敵意嘅大隻少少嘅。特朗普係想扶植歐洲右派政黨執政。原因就係極右政府，因為高舉民粹主義就容易俾第2個國家利用。咁今天日本右翼軍國主義抬頭，就會容易誤判俾大哥利用敵對中國，好似烏克蘭被騙嘅一樣，以為美國會一直撐腰，就甘願為美國做代理人。總之目前美國就要先讓小弟出馬，睇下先可唔可以養肥自己，知道自己有能力對付中國之後，然後就會再對中國唔客氣。咁你話中國面對我以上所講嘅情況，應該要有啲咩策略應對？知己知彼就百戰百勝。中國點應對？我將來嘅視頻係會再講嘅。我今日就講到呢度先啦。祝網友聖誕快樂！未訂閱我嘅網友，希望你哋快啲訂閱。聖誕新年期間，希望網友能夠推介我嘅影片俾你哋嘅親戚朋友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